1939年4月4号，64岁，puso niya ko alang kogan hini. Pusing ka alang kogan. Ida su papila. Ida su tu cing ini. Kogan hini o. Ida su tu Alang ini. kogan ayata. Alang kalu hini. Kogan hini o kod sapat. Kod sapat kseng. Ida ko nihao. Ipang nihang sampang. Sampang kahno wada tebalah ipang ini的个，那个是好像是60几年病了个，离了台风之后，民国变成64年，民国64年之后。Anda sampang ayo miak pantok po dari susu kecil. Miah kana bidega. Sida no adio belah niana. Belah. Adi kali 64年，64年包围我后满生病了这个。你那台风个belah那哦，就有一个也算是台风哈，那是一个雨量最大的时候，这个好像是60几年边的，还是61年还是62年记得那个mereka mensukseskan 打台后雨个台风哇是大雨，然后后雨个有土石流渗，这个tidak mu Bapak Kosun Sampang hari ni bangunkan ke Sabah， bangunkan Sabah tu政府的安排第三班的，由园区地搬到现在的第三班，这个位置是在现在的第一班的位置。第makanya kita hanu kata menikan sunga 迁徙的sunga kalau ini kan 人口顺的哦，哪是这样的？人口是陆续增加的个，陆续增加顺哦。Nanikan hini ka kogana，最多增加的是在民国57年的时候，57年、56年，吉安乡的那个复兴村，复兴村的庆丰村呐，那都古给还也哦，也得把kogan hini，增加了差不多有50-60个。50-60个，连带说小孩子，当然以后陆续哈，这个拉给他的增加了这样的一个人口。因为他给民国56年、57年的，复兴村的，那个复兴村跟那个庆丰的哈，陆续迁到我们嘉湾，都是迁到哪里呢？第一班在哪？所以我们第一班的人口就变得多，比较多。对，原始林镇，我们这边叫原始林。后你干的还你个？60年干那收干，那么后你哇，反正是你干的，荒野就对了，一个荒野。该度过的人闹你哦，谁去开垦的？你很鼓励我们，因为我们那个后你还你跟马老黑的。你说个台记的，这个来鼓励他们下山了，不要一直在山上这样。现在呢，日据时代的时候，那黑尼哦，主要是有几个聚落，kebayan ni Qanuh ni Tabula Panah Losau， 主要是这4个一起的，就是在山上的时候，反正就是一个大的聚落，给它分散在别的地方。那我们就是从那边来的。你住在嘉湾的时候哈，还有你是Dalakingan， 就现在的中部地，在没有多Dalak，我们说那个kogan呢，
那半山腰干那现在还没有全部下来，没有死心了，还是要住在山上。Dalam Sundan minta dalam, batakan ini, batakan Sundan ni ada do, Kogan 就在正中央呢，在大马木给个，Kogan 还有的哦的Jima，德列克我们是以这座山为主哈，德列顺哦是在最南边的，最加湾的南端，山腰那边哈，都是在山腰干的，然后再来就是大干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是那边还有在大干村呢，都还在。所以说有一个特征哈，加温比较容易打架闹事的，因为很多族群在这边，在这里群聚了，输布的，背景都不一样，我还布拉伊努大干卢少哈，都在这里的时候哈，这个民族性也不太一样，所以干巴嘞。加完这个时候还那这是日据时代开始治安就会有一点问题，就是这样啊。摩亨哦，主要是称第二班的那个北端。海尼哦，南端是德列，所以个盖多个摩亨顺都是在北的叫做摩亨。最北。最北，你看我们从头开始，先看到那个鼻子啊，哈。北，这里叫摩亨，最南是德列，德列盖应该还有的，itu wada ni orang besar德列盖你的啥？德列盖，德列德列盖你啥呀？就住在那里。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这样子，地瓜哈，花生、玉米为主，麻薯、小米，那是在半山腰这个阶段的时候，以这个为主。加温有一个特色，因为有山镇的水郡。你看这个那个黑秀这个，适合种田。我们这个土地也肥沃，土地以后可以适合种田。所以说，从50几年以后陆续开垦那个水田几乎占加温的一半，占加温的一半以上，水田的。那我想知道说，就是加湾这边种植，比如说水田，跟就是一般的经济作物的话，大概你可以大概比得出来说，大概从哪里到哪里都有在栽种。有，就是从这个德列开始，一直到摩亨那边沿途都有，对。55年以后哈，这边设立一个糖厂。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农作物会带来了改变哈，变成是稻米和甘蔗，两个经济作物是的。所以有，就米辣还面，就跟那个肉灯呐，水源的山上哈，乌么的呀，把人家看到海的，在那边打猎的哈，水源的山上哈，来的边路的，把这个呀噼里还干了，就在水源的山上那边太多人了，那个狩猎的区域变得是不大了，大家都争，跟那个中国你没有那个山狩猎很这个不有这个民多嘞，又会找啊。慢慢的又开始北上的时候，就是到加湾这边，水源在南嘛，哇。miah tetuk dulu miah kawan hen dulu miah dah boleh kewan sana senuk ni tajin dah ini tajin dah dah你在miah还是回去哦妈妈换成这个干脆搬过来一点。神社的当时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说神社为什么会有祭拜祖先，这是德国古的吗？日本的，没有祭拜祖先哈。为什么没有了？就是这个神社日本迁走了以后就没有了。一直到日本投降之前都还在这里走了以后建筑无在，维持了差不多20年，在那边慢慢的就会废墟了。
Lita lita tewa Iya biki isu Lemun kateluku Tehopi kelemun Kawai binau Kanada ke teluku Ini biki isu Melemun badai ha Lita dewa Ia biki isu Memuka teluku Dehopi kelemun Kawai binau Kanada ke teluku Ini biki isu Melemun balai ha